係分享熒幕分享好。好，開始得講啦。好啦，你哋好。嗱，件事就係咁樣樣嘅，因為我嚟緊呢，就可以去扯鈴表演，只係扯鈴表演，所以就想現場觀眾招募啦。嗱，咁呢，而家熒幕嘅呢一個就係嗰啲詳情，現場觀眾招募嘅詳情嗰啲嘢啦。你可以重複睇呢一條片，或者係 long stop 咁樣睇呢一條片，睇呢一啲內容，睇呢個熒幕嘅呢啲內容嘅。睇下你哋我啲 Facebook 嘅朋友，同埋我啲 YouTube 訂閱者，睇下你哋有冇興趣去現場觀眾咁樣睇我嘅表演啦。係啦，呢個就係嗰個邀請嘅嘢啦吓，係啦。咁我講一次先，活動介紹，我會喺呢個活動表演我嘅扯鈴，只係表演我嘅扯鈴。其實係我自己申請喺呢一度表演嘅。其實我主要係表演，但係我主要其實呢係表演俾呢一間指住嘅呢一度賽馬會路志園，即係呢一間老友記中心嘅老友記睇嘅。而我只係上面想邀請埋我啲 Facebook 嘅朋友同埋 YouTube 嘅訂閱者去睇我嘅表演。我的活動感受，我好開心能夠喺賽馬會路志園，即係呢間老友記中心表演扯鈴啦，能夠展示我嘅才藝。因為我已經有成2年時間都冇表演過啦，好耐啦，對於我嚟講就好鬼耐啦。而且我本身都好鍾意表演。活動對象主要係俾賽馬會路志園，即係呢一間嘢嘅老友記睇嘅。但係我只係順便想邀請埋我啲 Facebook 嘅朋友同埋我啲 YouTube 嘅訂閱者嚟睇啫，因為我識得嘅人 YouTube 嗱，我 Facebook 嘅朋友同埋我 YouTube 訂閱者裏邊嗰啲人呢，要係我真係真人見過佢，同埋我識佢，我即係同佢識佢，佢識我啊，識佢咁樣，我先可以俾佢入嚟睇我嘅表演。如果我唔識佢呢，我就唔會俾佢入嚟睇我嘅表演。係啦，好啦，表演時間啦，當日會有2場表演。係啦，會有日間嘅老友記嘅表演，亦都會有住宿嘅老友記嘅表演。第一場、第二場啦，2:15 PM 至3點 PM 就係第一場表演，而第二場嘅表演就係3點 PM 至3:45 PM。每一場表演嘅時長就係大約45 minutes 分鐘。嗱，唔使錢嘅呢個活動，睇我嘅表演呢係唔使錢，但係要自己預備車費去呢一間賽馬會路志園咯，呢間老友記中心，地點就係呢一間中心啦。呢個就係個指住嘅呢一度就係嗰個指住嘅呢度就嗰個就係地址，我去過一次嘅。我想講呢，遲啲我就會呢拍一條 video 呢。
再 upload 至 Facebook 同埋再 upload 至 YouTube，而嗰條 video 咧就係會教你哋點樣去呢一間賽馬會魯智園嘅，即係呢間嘢啦，呢間老友記中心啦。遲啲我會，因為我去過，之前我去過一次嘅，自己去過一次，咁我會再講，遲啲會再拍條片教大家點樣去呢一間賽馬會魯智園啦，呢間老友記中心啦。遲啲先，不過而家未拍到片住，因為我而家好多功課要處理。好，繼續，係啦，係啦。我會教大家嗰條片咧，就係會教大家用咩方法去到呢一間賽馬會魯智園嘅呢間嘢。係啦，我一定會拍到片嘅，而家唔拍住啫。你可以諗下，想唔想去呢個活動先嘅？好啦，如果你哋真係好想去呢個活動，有興趣嘅話，想睇我嘅45分鐘，整個45分鐘嘅表演嘅話咧，如果我 Facebook 嘅朋友有興趣觀看我嘅表演嘅話咧，好，隨時歡迎用 Facebook Messenger 我，或者喺呢一個貼紙嘅下邊留言，我會跟進你哋嘅留言，我一定會跟進你哋嘅留言嘅，唔該。啱啦，如果我嘅 YouTube 訂閱者，記住係我真人互相，即係佢識我，我又識佢，真係我識佢嘅訂閱者，我都識認識到佢，真人見過佢嘅訂閱者，YouTube 訂閱者先至可以嚟看我的表演。如果我係唔識你嘅，只有你識我，但係我唔識你嘅話咧，我係唔會俾你睇我嘅表演。係啦，講多提多一次啊！如果我嘅 YouTube 訂閱者，我意思係話我識佢嗰啲 YouTube 訂閱者有興趣觀看我嘅表演嘅話咧，隨時歡迎喺呢條 YouTube video 嘅下邊留言，我一定會跟進你哋嘅留言，唔該晒，就係咁啦。呢個整咗好耐呢嚿嘢，成嚿嘢，現場觀眾招募，咁咧跟住第一陣，好，繼續，嗯。咁樣得噶啦，得噶啦，好嘅，得，嗱，嗰兩場表演嘅呢個就係我嗰個整個45分鐘表演程序表啦。嗰兩場表演嘅內容咧都係會一樣嘅，有啲我塗呢啲咁樣，我塗咗佢啦，呢啲咁樣樣，因為私隱問題，主要專登用塗咗佢遮咗佢啦吓，你可以睇下嘅。我係啦，我唔詳細講啦。到時我會將我表演完嘅 video 咧，都會照擺上 YouTube 同 Facebook 嘅。咁到時都可以，你哋都可以冇即係唔係現場觀眾嘅人都可以望到嘅，係啦。到時你就會知道我整個45分鐘嘅表演程序噶啦。我會擺上剪接完條片之後，表演片正式表演即係成個表演嘅片之後咧，即係我拍，即係我剪接完整個45分鐘嘅表演嘅 video 之後咧，我會剪接完先至會擺上社交平台，例如 YouTube、Facebook 嘅。咁就你哋都會望到嘅，係啦，嗯。
咁到時都會講一講啊，即係到時你哋都會自然就會望到咧，整個45分鐘表演嘅程序噶啦。係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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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會望到噶啦，到時好繼續。係啦係啦，咁我就唔詳細講啦。我都希望你哋會過嚟，嗯，現場觀眾咁樣睇我嘅表演，記住係記住，但係有一啲注意事項嘅，希望到時啲資源呢，我會係俾老友記優先嘅，希望你哋唔好同嗰度啲老友記去爭資源，OK？記住老友記優先嘅，OK？到時呢個表演。唔好同你爭資源啊！再講多一次啊！唔該晒，你哋只係嚟睇下我個表演嘅啫，順便邀請埋你哋嘅啫。Facebook 嘅朋友，我啲 Facebook 朋友同埋我識得嘅 YouTube 訂閱者，我唔識嗰啲唔可以睇嘅，OK？唔可以做現場觀眾嘅，即係意思話係唔可以做現場觀眾去睇我嘅表演。係啦，如果你哋有任何問題，可以留言問我，或者 Facebook Messenger 問我都得。我啲 Facebook 嘅朋友隨時歡迎。記住，我遲啲會拍一條 video，關於教大家點樣去呢一間賽馬會魯智園呢一間老友記中心。今日我講完啦，拜拜。可以留言啊，隨時歡迎留言。我啲 Facebook 嘅朋友同埋我啲 YouTube 嘅訂閱者，停止分享，停止分享，停止錄製。